見到2022年咧由47000咧，去到2024年咧係增長得好犀利嘅，去到175000人。整體嚟講，2022年勞動移民佔香港嘅人口，如果你話香港人口有7.5個 million 嘅時候咧，就大概佔0.64%。但去到2024年咧，係增加到2.34%嘅。咁即係話，如果你將香港嗰個人口嘅比例去計嘅時候咧，勞動移民嘅比例咧係比呢兩個國家係高好多嘅。咁我哋點樣喺一個有限嘅地方資源裏面咧，去能夠幫呢啲嘅新移民融入呢個香港社會？語言係一個好重要嘅方面，我哋點樣可以幫助到我哋嘅新移民學習本地語言，以至到咧佢哋能夠更充分地去融入香港社會。喺社會層面裏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矛盾。咁我哋點樣能夠令到唔同嘅移民同埋本地人能夠更多嘅了解，能夠互相嘅協調，以至到我哋嗰個社會能夠更加和諧，能夠更加嘅大家互相去包容，然之後建立香港呢個社會。回帶翻去30年前，即係香港回歸前後呢，咁主要講緊嘅移民呢，都係申請單程證，相對係低學歷啲嘅。咁呢個事實上亦都有統計嘅，因為1998年呢，單程證落嚟香港嘅人有大專學歷呢，都係5%。咁啊，去到2023年呢，就已經有23%啦。高才通計劃呢，同過往勞工處嘅補充勞工計劃係完全唔同嘅。高才通計劃呢就比較自由嘅，唔係一定你有老細請呢先至可以落嚟嘅。咁所以呢，高才通呢個唔純粹好似補充勞工計劃咁嘅，係一個長遠即係香港嘅人口政策。將來我哋嗰個永久性居民或者呢啲邊啲高才可以長遠留喺香港呢？其實香港政府呢，多多少少有一個行政主導權呢，係可以去決定。譬如北都，我哋要搞創科，香港真係少啲呢方面嘅人才喎。咁高才通嗰度可以優先俾一啲創科嘅人才落嚟，咁就改變我哋將來嗰個人口嘅結構同埋年齡嘅。當然係機遇最主要係多，但係最主要係挑戰都好多嘅。點解呢？可以第一樣都係講廣東話啦，好難嘅。咁樣另外一方面係嗰個香港文化同埋嗰個法律方面嘅嗰個規則完全唔同啦。香港嗰個唔同行業同內地或者同其他國家都唔同嘅，同埋好多專業資格香港係唔認可嘅，所以呢樣嘢都係影響住大家嚟香港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好多人才嚟香港都係為咗自己事業方面嘅發展，希望專業資格可以認可啦。大家知道依家香港有個新嘅定位咧，係打造一個國際人才集聚高地嘅，所以呢個中央俾到香港嘅呢個精英嘅定位同埋呢個新嘅一個角色，政府都專登係勞福局成立咗人才辦，同埋一齊支持嚟港人才，幫大家去揾工啦，幫大家去揾學校啦，或者係揾樓啊，好多資源係俾到大家嘅。依家全香港嘅社會都開始係關注支持呢嚟港人才，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嚟嘅。